9個座位，採用低地台同矮梯級嘅設計，方便長者同輪椅人士。而且爬坡能力強，適合本港多窄路同埋斜路嘅環境。佢具備3C 歐標超級充電技術，15至20分鐘就完成快速補能，可以喺司機交更或者係小休嗰陣迅速充電。研發公司威力新能源話，已經聯動全港43個合作充電站網絡，每日充電成本大約係600蚊，較而家燃油費要近2000蚊大幅減少。新車預計喺今年內推出，初期預計行走葵青區路線。電子學習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，受影響嘅院校增加到7間。城市大學有28000個學生受影響，香港藝術學院有71人受影響。網絡安全事故協調中心話，已經聯繫院校可提供協助，提醒師生小心2次詐騙。網上教學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，導致全球大約9000間教育機構受影響。本港至少7間院校同機構，包括理大、建造學院等，超過7萬個學生同埋員工資料外泄，初步涉及名同埋電郵。網絡安全事故協調中心話，今個月初已經留意到相關事故，已經提醒本港院校注意。佢哋話 Canvas 屬於雲端軟體平台。而黑客 Shiny Hunters 係經平台其中一個工具入侵，一度要求平台交贖金。中心形容本港係受害方，已經同數字辦共同協作跟進。而家平台已經修復，不過提醒受影響嘅院校師生留意，黑客可能會2次詐騙。咁因為黑客其實係睇過晒入邊平台上面所有資料啦，咁所以係更加可以好精準咁樣咧，就會去創造到一啲釣魚嘅軟件又好，短信又好，咁就話而家你做啲咩動作，咁你真係上咗去佢嗰個假嘅網站度咧，咁就好容易咧會係喺泄露咗你本身喺呢個平台方面一啲，譬如話係呢啲密碼或者甚至乎係其他嗰啲信息啦。咁所以比較嚴重嘅咧，就係我哋擔心嘅咧係後續嘅呢個釣魚嗰個攻擊。喺 click 入任何 link 之前咧，要睇一睇，咦究竟嗰條 link 後面佢嘅代碼係咪平常？就係去嗰個正常嗰個網站咧，定話係點樣咧？咁呢個都係要大家係多加注意嘅。中心話雲端型軟件日趨普遍，各界唔可以忽視風險。咁中心會唔會先審視各軟件嘅安全風險，並且設置白名單呢？任何嘅白名單都唔會係一個絕對嘅白名單嚟嘅。系統尤其是 SaaS 嘅系統，會係不斷咁更新。就算我哋所謂喺呢一個版本證明咗佢完全係冇風險，我真係放低喺個白名單度。當佢有任何嘅一個所謂 function system 嘅 upgrade， 咁基本上要重新再做過晒。咁究竟白名單呢一個更新嘅速度係咪可以追得到呢？我又擔心啲機構會過分依賴呢個白名單。佢哋話繼續為各機構院校提供培訓，並且提醒網絡安全嘅風險。無線電視記者邱建偉報導。據報美國通用汽車將會裁減幾百個資訊科技部門員工，以降低營運成本。人民銀行話繼續實施適度寬鬆嘅貨幣政策，密切關注輸入性通脹嘅影響。轉頭返嚟會有詳細報導。阿頭啊！